国内真侪行业拢真欠工，劳动部预告要放任制造业、营造业、农业甲机构看护请外籍移工的资格哦。按说要开放28000个移工，看护移工大概是增加14000个人。嘛，改用照顾中心防许可的名称数，要来按算照护的能力。机构是认为讲，这应该当来提升照顾的品质。 真侪人拢会请外籍看护搁处理的时代，足侪长照机构嘛有需要。劳动部嘛听到心声，未来机构要请外籍看护，要放零限制。咱即届机构看护工的调整，差不多会增加要14000个名。阮甲卫福部是讨论，安尼确实会当帮助咱伫机构看护工欠工的一个问题。 劳动部表示，主要有2个修改部分，像本地一个是以实际收容人数配照顾的能力，会改做许可的床位数量来配置，嘛甲原本用本国看护来配外籍看护的人数比例纳入护理师计算，机构通1:1请外籍看护，互外籍看护的数量提悬，减少照顾压力。那其实台湾的少子化，其实严重冲击到我们这个以长期照顾为主。 以大量人力为主的这个一个行业，这个政策其实我们也常照相关的协会还有业者已经争取了很多年了，现在终于有通过。吴地明表示，照护欠工常咧发生，这项政策因拢非常支持。除了放任机构的外籍移工，其他阁有制造业、营造业、农业4项产业，计共通增加28000个移工。其中营造业的民间工程甲农业当中的林业是第一届开放，预估期会到5月30，按算6月中通推动。记者廖文成、准由新北采访报道。